洪萬智會嘅辦學咧係有佢自己嘅特色嘅。大約總結可以3個一個咧就始終站住喺一個社會發展嘅角度嚟辦學。佢哋希望咧，佢哋所培養出嚟嘅人才咧係對社會發展係有用。呢個係第一點。咁第二點咧，高度重視學生嘅品德、思想品德教育。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可能一個人被培訓出嚟佢好有技能，但係如果係冇道德嘅話咧呢個講真，對於洪萬智會嘅宗旨嚟講係有問題嘅。所以佢哋亦都係好重視呢一樣嘢。咁第三個咧第三個其實就係佢始終認為教育係一種慈善事業嚟㗎。呢個亦都同於其他嘅教育係唔一樣因為佢認為咧做教育咧必須從心出發，咁樣無論係會方啦個會方會提供一個好多嘅資源俾學校讓學校能夠發展發揮，亦都咁樣佢亦都希望啟發咗教育人員我哋嘅老師咁樣能夠你見識到呢樣嘢。認識到一樣嘢就話盡量去關懷學生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亦都希望咧學生喺學習嘅過程中咧，亦都學懂我哋係人關懷底下長大懂得惜福，懂得感恩。呢個其實都係洪萬智會好重要。呢個就佢將成個教育視為慈義咁所以從呢個角度我哋睇宣道展辭就清楚宣道展辭，因為如果從會方嚟講，道係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因為佢認為道就係天下之至道，宇宙運行之大道。慈咧就係道嘅一個顯現。但係對於教育嚟講咧，佢希望各個學生能夠學懂呢樣嘢，學懂所謂世界上係有個真理嘅，有個真理在嘅。呢個真理咧係需要我哋自己去把握嘅。但係我哋係一定有愛心，一定有愛心要展露自己嘅慈悲又好，慈善又好。呢個就係所謂嘅宣道展辭。所以喺洪萬智嘅辦學同於別的學校只係即係話知識訓練係唔同。佢係好重視品德訓練，好重視我哋作為一個人等等知道彼此之間嘅關係嗰樣嘢嘅。